其實咧更加印證咗咧一個安全同埋穩定啊，做生意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其實唔止係睇到而家資金係逐步流入嚟香港啦，我哋聽到有啲企業都同我哋反映咧，真係多咗咧，即係外邊嘅公司咧係想即係透過香港點樣去更加利用香港咧去做好同大陸嘅生意啊，同中國內地嘅生意啊，咁所以真係有危就有機啦。咁我哋要好好把握。受中東地緣衝突影響，全球能源市場與經濟增長正在面臨嚴峻考驗。布倫特原油期貨一度衝破每桶105美元。國際能源署警告，歐洲航空燃油儲備僅剩約6週，航班面臨大面積的取消風險。IMF 已經將202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下調0.2個百分點至3.1%。這一場石油衝擊波遠遠超出了交通運輸的範疇，全球約15%到20%的石油作為化工原料，流淌進塑料、手機、衣物乃至藥品及醫療用品的生產線。石油有好多副產品呢，就係用嚟製造一啲家品等等或者禮品嘅。咁而且運輸成本又高咗啦，因為石油價格啦。至於幾時完呢？我諗我都答唔到你。我諗連發起戰爭嗰位人士啦都答唔到你。今日所講嘅嘢，聽日又可能會改變過嚟嘅。如果已經生產緊嘅，咁一定喺度繼續都係喺度繼續做啦。咁但係可能咧就有啲嘅物料啊，所有嗰啲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嘅delay 啦。咁如果係喺度建緊廠嘅，咁亦都當然亦都可能會慢少少啦，因為咧建廠嗰個需要嘅物資啊，所有都可能會慢啲嘅，只可以話咧，而家咧只會慢咗落嚟，但係對各行各業嚟講，咁係冇辦法可以咧，即係避免。儘管風高浪急，中東買家與香港的聯繫卻並未斷線，他們或尋代理人，或線上下單。業界人士呼籲，中東市場不可丟棄，香港同時也要積極地開拓新藍海。啱啱珠寶展舉行嘅時候，正正就係嗰個中東嗰個戰爭開始啦。咁當然嗰一刻咧，好多中東買家真係嚟唔到，但係咧事後咧，亦都有啲展商同我講咧，當啲航班陸續恢復咧，個別有啲中東嘅買家即刻就飛嚟香港同佢落貨，都有呢啲情形。即係雖然而家係短暫面對一啲困難啫，即係長遠咧都係一個好有潛力嘅市場啦。我哋係邀請買家翻嚟，我哋組織買家團啦，去到現場咧，我哋做好多商貿配對嘅，因應嗰個展商佢嘅產品啊，同埋買家嘅需求咧，咁我哋希望呢度係可以幫我哋嘅展商啦，做緊更加多嘅生意，亦都開拓一啲新嘅市場。每一個危機都有每一個商機嘅。咁中東啲買家咧親身嚟少咗，但係喺線上邊咧，仍然係好緊密嘅聯繫嘅。咁亦都有一啲中東嘅買家啦，佢係透過香港嘅中介人或者出口商咧，同佢哋代佢哋採購嘅。買家咧都同我講，佢話呢啲中小企其實咧係創意無窮嘅。咁嗰邊咧仍然對我哋香港嘅市場，對我哋中國內地嘅市場咧係非常之有信心同埋亦都希望咧響呢一方面發展，亦都我哋響嗰邊咧多啲投資嘅。東盟嚟講咧，過去幾年咧，我哋嗰個往來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貿易咧亦都係日日響度提升緊嘅。另外一個非常之有興趣嘅市場咧就係中亞。另外當然非洲南美咧都係一個值得我哋去探索同埋開發嘅市場嚟嘅。香港約80%的石油產品來自內地，其餘主要由新加坡補充，這為香港築起了全球少有的穩定供應後盾。中東戰事爆發之初，特區政府迅速地成立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精準紓困公共服務與物流業，有效遏制燃油成本向民生傳導。隨着國際局勢動盪，中東戰事持續，大批中長期的資金也持續地流入香港的金融市場。香港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日前指出，近期不論是港股成交、新股集資，亦或是家族辦公室等數目，均有明顯的增加。20日，香港特區政府引進辦舉行了第6批重點企業的簽署儀式，最新一批上榜的22家重點企業，一半來自海外，包括美國頭部藥企輝瑞、德國寶靈嘉英格漢有限公司等。政府今次呢個反應都係非常之快嘅。而家補貼咧就係響一啲公共事業嗰度，巴士呢個柴油或者係隧道費等等咧，咁呢個咧都係同每一個人都係息息相關嘅。香港同埋整個中國咧，嗰個原料或者石油嗰個供應咧係保持穩定嘅。咁起碼我哋都唔會因為缺油
缺其他嘅能源咧，令到我哋個生活或者生產受到影響而停頓嘅。咁我覺得而家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自己做好我哋個本分，亦都希望咧參與者咧盡快去平息呢個戰爭盡量希望響台桌上邊咧係可以所謂講掂數令到大家都可以過一啲平靜嘅日子。